踢卡套。你估下邊間大學最多學生用 AI 做功課？普林斯頓大學發現，成30%學生用 AI 作弊。不過最有趣係，同學就算知都唔會舉報。AI 已經全面入侵校園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冇人會舉發。哇，連名牌大學都係咁，AI 真係無孔不入。不過同學之間嘅默契都幾有趣。Kickstarter 啱啱做咗一個決定，搞到創作者嬲到爆。眾籌平台 Kickstarter 因為支付處理器施壓，被迫全面禁止成人內容。平台話係配合支付服務供應商要求，但創作者就嬲到爆。又係支付處理器搞事，成日都係呢啲第三方供應商搞到平台同創作者兩頭唔到岸。想唔使錢就攞到美國城市域名？原來可以免費註冊美國城市域名，文章教你點樣設定免費地區域名，唔使錢都用到，好抵玩。真係唔使錢？等我睇下篇文章教啲咩，可能好有用。AI Chatbot 竟然爆你電話號碼？有 AI Chatbot 竟然爆人哋真實電話號碼，私隱大洩露。用家發現 AI 傾偈傾下爆咗真係有人嘅電話，好得人驚。喂，呢個真係大鑊，私隱問題越來越嚴重。大家同 AI 傾偈真係要小心啲。AI 唔係刪文件咁簡單，佢會改內容，錯都捉唔到。最新研究發現，前沿 AI 模型唔係刪除文件咁簡單，佢會改內容，錯都捉唔到。研究人員話 AI 改寫文件內容，錯都幾乎冇辦法捉到。哇，呢個真係好恐怖。AI 改嘢改到連專家都捉唔到，以後點信得過啲文件？ KitchenAid 出咗第一部智能溫度計。KitchenAid 出咗第一部智能溫度計，廚房電器又多個選擇。老牌廚房電器廠都加入智能家電大戰，第一部智能溫度計。哇，連 KitchenAid 都玩埋智能家電，廚房真係越來越高科技。以後煮飯都要用 App 控制。訂閱我哋，再見。